好来，乡亲来继续来看，有一种叫做埃及圣旋的鸟啊，本地是非洲中东遐的鸟啊。伫几10年前，互动物园的业者引入到台湾了后，嘛毋知什么原因，竟然伫各县市陆续来发现到这种鸟仔的形状，而且是愈拖愈多，占地为王，嘛来影响到本土鸟仔的生存。啊，云林西里港有乡亲发现这种鸟仔的栖息地，已经通报相关的单位来处理。 原本是伫非洲的鸟仔埃及圣环，伫几10年前，互国内动物园业者引进了后，因为不明原因开始伫各县市拢发现，而且数量愈来愈多。最近就有民众伫西里大桥的溪底发现，看到埃及圣环一个只，迄款的嘛一只咧活络。埃及圣环的数量愈来愈多，嘛影响到本土鸟仔的生存。 即摆伫西里发现已经通报予相关单位进行调查。比较弱势的黄头鹿会在边缘地区，它繁殖季的时候，有时候它会去吃那个黄头鹿的小 baby 啊幼雏，所以就是政府就是觉得说，这个它对台湾的生态还有一些鸟会的一些专家建议，就是要去移除它。埃及圣环伫这几年以来，影响到国内生态，还有农业。伫农委会任务叫投入处理的工作了后，目前这款鸟的数量也会当控制。但是以后阁有乡亲发现埃及圣环，会使通报予云林县的野鸟协会。